非常大声，牌子都已经排出来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是谁？台语安怎念？你的团队的你唔知啊，后援会你唔知柯富凯，哦，真正是来介绍一下许富凯。来，我们许富凯哦，就搞哦，2011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行了8张专辑，而且还是在我们明日之星比赛中脱颖而出。哎呦，而且呢，这今年发行的专辑，你唔是想遐尔快乐，对不对哈？我唔是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若看到我就做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，而且不只是呢，他的歌声哈，让大家感受到温暖，而且人生的快乐。上重点是大家哈，等一下出每一条歌，大家都会晓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大声一点！等一下登场的是谁呀？中间后面的朋友登场的是谁？尖叫声在哪边？我们中地所有的朋友，你们的欢呼声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那位暖男歌王许富凯。谢谢。来，中年朋友，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再来第一首歌，第一首歌，你们会唱的绝对会唱，波浪学三，一起唱哦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么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你行甲这么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稀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相思的目眶来地讲白擦。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工，不忍心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会唱啊，找一个。远的所在，困苦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起来自由飞，对因来招呼，踏着天送的脚步，是所爱的人再会。全场再来一点尖叫声，中年朋友，后面的朋友，谢谢。待会大声一点哦，最激烈，很好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么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这么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稀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相思的目眶来地讲白擦，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工，不忍心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。找一个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招呼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因两个，找一个远的所在，困苦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起来自由飞，对因来招呼，踏着轻松的脚步。心所爱的人再会，再来啊！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招呼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因两个，找一个。
熟悉，远远的所在，困苦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招呼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哇，许富凯来啦！来击掌一下。好久不见，哎呦，我差点滑倒，是不是？小心小心。啊，恭喜今天的好，那许富凯哈，要不要跟区长跟所有台下我们的长官贵宾一起击掌一下？要不要？我们请长官贵宾举手一下。好，来分局长哈，那区长我们所有长官来 ，give me five 一下好不好？哇，来，耶！Give me five， 厉害了，厉害。尖起来哈。哦，是，我们同年代的。同年代的。哎呦，难怪两位都这么厉害哈，让你听过这里长对不对哈？哦。啊，照相是不是？等一下有时间啦。谢谢。来，行击掌，行击掌哦，谢谢您们，谢谢。你好。说真的，那这许富凯都带给大家很多温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终于选里长。对啊，哎，里长，等一下。你们好，谢谢。我看到里长瞪了你一下哦。喂，没关系，我当那边还没说，等一下补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有厉害，等一下，反正他等一下唱歌一定跟大家互动，一定会进来哈。哦呦，徐富凯，开心了。我觉得台语金曲见到你，就好像那种看到温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穿的比较多吗？还是你没有穿的比较多啊？你要不要脱一件？啊，喂，不是啦，哎，你拄啊那样，然后跟你讲干冰实在是最厉害的。是。你拄啊唱歌无人熟悉哈，啊，然后后面那几句他就。我们干冰音乐有跟上，真的。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要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、一个晚会，我们真的要很谢谢这一些工作人员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啊。我们工作人员。你拢拿球拿盆啊你？你是啪。没，所以小等你若唱每条歌都，跟着按一下。啊，帮今晚来起一个好不？好的。今晚来起一个。你今晚来起一个哦，爱起哦。哎，准备好。开始哦。你们要跟我一起唱哦。你唔能徛伤近，你等下有干冰盆。哎，对。1、2、3，吹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。伊拄啊无字拄啊好。加薪啦！啊，毋过拄啊5届无字就加紧2届。不要紧哦。哎呦，这人较随缘呐，较随缘。啊，毋过听讲吼，咱这许富凯吼，每一年发行的专辑哈，所以我们是想要这样快乐，对不对？是安怎？这样无快乐，即马这唱的大家拢足快乐呀，对不对？我今仔来到这，我嘛足快乐啊！是啊，大家遐尔热情，对不对？哎，咱风有淡薄啊，微啊冷，啊，毋过恁的热情，把这风全部拍走去。哎呦，把你不好的打倒，把好的吸收进来啦，对不对？我发觉我现在会有主持节目，口条好像好了一点点。没有，你好很多，你抢我们饭碗呐！对，因为当沈文成大哥一到后台的时候说免费，哎，那这行啊。因为我1个月要跟他见2次面，哎呦，然后远远就会听到他很嘹亮的声音，就会买饭啊，然后他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在台上讲你跟那个采花。”哎，这行，好加载，你讲你后台嗰啲听我讲，我真的。不然你登去钓鱼啊？先去洗啊，钓鱼啊，那个啊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星期天晚上8点华视的黄金年代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哎呦，厉害啊！华姐、沈文成大哥一起主持。真的，这都是前辈级，再加上许富凯，都是很会唱、厉害的唱将。对，如果你真的心情郁闷，看着我们节目，你就会心情好一大半。好一大半，真正我心情歹，我看伊我就爽嘛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啊，来听讲这演唱会、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呢，第12月7号呢，我在台北的松烟。松烟成品的表演厅呢，有2场那个音乐会要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呢，比较特别的，以往我演唱会拢是个乐队老师嘛，对，摇滚呢，那跟你们讲，按摩机改是跨界，跟那个我们湾声乐团，哎呦，他们是交响乐的，对，然后古典一点的味道是，然后呢会有分2场，就是下午2点半的跟晚上7点半的。那这2场呢中间呢内容呢会有小小的不一样，然后是讲我以前都要出来唱歌细汉，按照唱歌，跟我今嘛进入歌坛的这一些心路历程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听。像拄啊，迄个无人熟悉吼，我甲你讲足坚持爱唱的，对不对吼？因为是安怎坚持，都是因为唱这条歌，互伊甲今嘛大家拢熟悉许富凯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哇，所以有些歌曲真的是我们启蒙的老师。是没错。哎呦，而且最重要是，你看他的家乡回到旗山，不只是香蕉，不是回到家乡还办了这个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我，就是自己那个对我的家乡，然后呢，回馈一下这样。哎呦，区长在这边，区长你同意许富凯来中立自己个人办个演唱会吗？啊，好的，掌声一下来。掌声尖叫声哦！哎呦，厉害啊，区长。我们待会去后台好好的说一下，我等私底下约一下。那你等一下要这样子，哎，区长，对，哎，不行啊，茶具帮我拿出来，茶具都来了啊。而且啊，讲到后面这几个，这几个玛雅姐啦，因为永平跟我比较同期的，是玛雅姐，然后潘姐、雅文姐、沈大哥都是我小时候唱歌的启蒙老师。哇，所以每一位都是您的贵人呐。每一位都是啊，我拿耳青瓜都一定要唱耳家的前辈瓜。哦哟，真假，所以接下来所有朋友，你的这个加油牌在哪边？要举高。谢谢您呐！但是我要先这样，不要举太高，后面的朋友要看前面。对，要马上放下。他们很好 Q 的，真的。但是接下来，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各位你的手机啊手电筒功能，今晚还有无？还有电呢，请你开一下手电筒，我看手机灯海，给我看。嘿，来一下灯海啦，哈。哎，有开，我们把这个当做那个就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的广场，好不好？我感觉徐富凯哈清唱嘛是演唱会啦，清唱，那你清唱嘛演唱会，要录音干嘛？演唱会哪边唱啥？来唱啥？哎呦，唱一下日本歌来听一下啊！今天给你会听吗？能顾威就好啦，能顾威，听啊！我想你们唱啥？要唱啥？要不然我翻唱一首西前秀树的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比这个动作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动作，因为这是临时的，没有加的哦。是。斯巴达西 YMCA， 我看一下 YMCA， 哦，这简单。来开始。斯巴达西 YMCA， YMCA， 我赶快给他音乐的，我这干边编辑哦，厉害，不好意思。但是今晚咱听这条歌曲，拄好这天气上适合哈。各位，手机灯海，2万人的手机灯海不见了，只有20几朵啊，这样对吗？以后啊，只要有我们这一些这些歌手的那个演唱会，记得都要带那个充电宝。哦，对，哈，都是那个行动电源嘛，哈。对，啊，小等这条歌曲啊，做什么？叫做米酒杯。哎呦，厉害啊！来拍波，来欢迎徐富凯，米酒杯，谢谢。好，让我看看中立人的手机的电量有多少。对，左手边朋友，谢谢你们；右手边朋友，谢谢。来，中间的哈。春风吹啊吹来南波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在他山。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男子无的心情，又就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双手举高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一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哦，你们自己往回看一下有多漂亮，耶！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没有拿手机的朋友，耶！好美好美，来哦，看会不会更多哈？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
你的心袂停止。你好，小心哦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开麦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愈花。小心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开麦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愈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小心小心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好，哎，谢谢哈。好，阿姨，爱我就保护我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叫许富凯，不是喜富凯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哦，小心哦，很谢谢你们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很开心吗？大家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刚区长为什么不开心？哎呦，早讲嘛！来，那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们坐，来，你们坐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好意思坐区长大腿嘛，不好意思。来啊！阿贝，就这样。棒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接着呢，刚刚2首歌都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，我们接下来唱一首抒情的歌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这首歌要配着刚刚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，才会画面比较美。带来这一首《一席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你是的话，听你心
心酸亲像甘甜，岁月在地，山明海誓，半开分的，我笑容几个。彼时的话，听入心底才来变，心肝宝贝。彼时的花，连过搁开嘛，不是原来迄个。彼时的花，人过雨水才知会洗出美丽。若有爱过，只是爱我体贴。彼时的花，一句一字听山边，风中的雪。彼时的缘，谁人行过后来我孤单一个。彼时少年，美梦沉底，心愿随去无反背。我有爱过，思念的风吹，一回。我差一点啊，衫要收起来。感谢中立人们的热情，然后给我演唱会的规格，我们真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啊，拜大家，我们爱的鼓励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哦，1、2、3、4。哎，放炮啦！不对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。好，嘿，谢谢。接着呢，带来第4首歌，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，《金苗歌在手里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一样哦，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大声的唱哦，一切亲像在梦中，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在想你，凄凉的暗暝梦我若失眠，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也想着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啦无缘的，今夜搁在想你。分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在想你，你的声音令我心稀微。无缘的，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过去啦。
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无打失眠。无限的为何来离开？今夜想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啊。来，请大家给许富凯尖叫声、掌声，谢谢！天后来了，天后来了！哎呦，天后即将驾到了，各位。